正是这里。太公来了，快去里面送。圣兄请。圣兄请走。结果太公怕了，官来，
快来见过这位绍兴沈家所长太公。是，见过太公，不知驾临非正原因，烦望太公赐菜。不必客气，一忙坐下。原来李家宴席与这位绍兴沈家所长太公派来了。我家宴席来了，不知身在哪里？且慢急于相见。你可知你家宴席此番怎为来的？想必前来迎娶。非也，是因你的亲翁，也是你的恩人沈居生已经作孤了啊！亲翁故死了。你家亲翁见是继儿子孤单之身，放心不下，于临终之时写下遗书一封，也有遗书在此，你去看来。亲翁啊！如今李家宴席已经到来，你将作何打算？既说亲翁临终相托，就让他们俩在这完婚成亲吧。理该是此。公公，不知我家叶先生在哪里？快请过来相见。早且去把沈家少爷领来相见。是。立马。见过族长太公，立马跨过蒙崖过去，拜见岳父大神。是。沈梦雅拜见岳父大神。特别是我家叶姓沈梦雅，正是你家叶姓沈梦雅，还有牛酸未必。前夫公公，我家叶姓他今年多大年纪？去年生去8月所生，尚不满2岁。尚不满2岁。怎么？你家也许是个2岁的婴儿，难道你事先不知？公公，想当初将心射中，写不成命运情浓，君我还谁惧来一件事故，把家事表在心房，把情开，总以为年龄相当成好事，谁知道生兄为气不来。怎样无谓？他生他家领老生肖淑女，我生我家小女生肖淑姬，才一配合相差8年。我以为男大8年乃是上佳之配，哪里知晓原来是小于我家花儿也16岁呀！如今你将作何打算？公公。我单身一女张长子，10指放羊
请陪。曹兄，圣兄，当作玉山做美丽，身家长上到四川，从来是儿女婚事不是子，父母之命，梅树叶花针难穿，两头线。难道你曹家的所归？一女不忠，我儿夫配。你是哪里话来？三十五茶说家谱断，先王自讨从不乱，一生难进两花园，婆家难发两女孙，总算我是情下，手间之事，情可为。圣兄，你且放心轻手。原来公公，是故陶，家有他小，端正却好。这桩亲事，圣朝两家所长早已讲妥，年出世善，不得更改。从今之后，好好抚养，不得怠慢。公公我万不可去结果你家言行。公公。曹兄，放在你我收拾之外。圣兄，你且放心轻手。我来，我且问你，你究竟结是不结？公公，是。家母呀，圣宗命令，归来女已亲生待待。你无论是怕着做梦，与我立即完婚。公公啊，此事万万不可。小女深信你也知道，若是强逼完婚，恐遇不成。那以你之见理，既然不能圣宗命令，为了使小女儿必抚养管教，可否再请让他们以基地相称，使朝府南反方公公得应啊！这桩亲事已经讲停了。待等十二长大，才结完婚。是。起来。圣兄，你看
此事与曹兄做主，我就放心了。是乃小弟文来之事。看时辰不早，我要告辞了。沈兄请。宋公公，免。
今算到江心人来同方儿来，方儿来，就你才18年抚养亲，生下这一快乐。
常言道，只有山上千年时，哪有世上百岁神？为人在世，落得个清醒，清醒。三叔，你为啥还得这样子呀？哎，这叫一再见亲人，凡事得难。不对，你可知书本上说的“凡本皆下品，非于读书高”？错了，应该是万般皆是空，万事何居好。三叔，你这样一天到晚吃句麻醉，有啥味道呢？不做世上道，哪是不为的？来，三叔，今天我请客，陪你同饮3本。这，我不去。啥被我家姐姐知道，会责怪我的。姐姐，谁是你家姐姐呀？当然是我家里的姐姐了。你说的是芳儿？三叔，这有啥好笑的？明明是妻子哟，偏偏叫姐姐。三叔，啥个叫妻子啊？三叔，你到底想什么？我来问你，你姓什么？我姓沈。你家姐姐呢？姓曹。同胞姐弟，我有良心。你在哪本书本上读到过的？不许乱讲，不许乱讲。这有什么？我不讲，人家也会讲的嘛。随便啥人都不许乱讲。啥人讲，我告诉我家姐姐，好一个姐姐哟，好一个姐姐哟。不是我姐姐，是我妻子。弟弟，你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晚？快去呀玩吧。我不要去。弟弟，莫非你身体不适吗？那可是受了先生责打，不是的，遭了东厂的欺负了，也不是的。既然不受先生责打，也不遭东厂欺负，为何回到家来如此活络？连夜晚都不想娶你。姐姐，我来问你，你究竟是我啥人啦？弟弟，你怎么无缘无故问出这句话来？余生讲，你不是我姐姐，是我妻子。是谁讲的？隔壁三叔。三叔。想不到梦呀中途你的心，倒叫我一时少之言。
晴天霹雳，天地震，地地他金帅骗我在白路中啊，下雪情成王哎，等师母切断排序，用心胸啊，用心胸你可不能走啊！我马上就走。三嫂，你怎么累了就要这样？你去问他。三婶，这是为什么？芳儿，三婶，待我80几岁再明天，儿预备临近祭奠你给我早在2月对他讲，三十之前再定你，只拍卖只此一朝寻离间。天明闪闪一动影，谁知他围在家门西暖啊，背了皮包又出门。三嫂，你就在山上去一次吧。芳儿，你哪里晓得？叶儿叶花爱情香，齐老夫笑，阵阵魂。你快看年轻怪吧，皮包棍黄烈爬发，周文生唐沙平街路上走，比我娘亲话要老3分，你不知羞耻走得长，我巧妇也结终生。你哼！老实告诉你，今天我是走一次回来，从今以后我要以天为家，以地为乡，今生这事永不回来。三嫂，三嫂，三。
有芳儿去肯苦一生三生，想把你明日一早与我把族长太公请来，这是为什么？三生。我定要推掉这门老少情，三生为你把离人，多谢三生。一说子长把事过，赏罚八变平手归。虽然你们不问，当生不上立法院。太公来了。结果太公怕了，反儿，今日你请我到此，不知为了何事？太公啊，自从老夫赴营场，东太公来照了，陈草之心付一方，一杯三去心里表。太公，请上座。哎呀！呀！芳儿，这也是我操所本中的情高，芳儿你言颂与小堂，总算你听了太公劝，今年抚养名声这本是我分内之事，理应所为。这是昨晚孟丫她回得家来，孟丫怎么样了？外婆太公与我作证，孟丫出了什么事要夸奖？太公啊，孟丫她作甚为家中，可算她积极不讲妻子情。他说到小小年纪不
是为了这件事吗？这有何难？太公我替你做主确实，你且起来，暂且去把孟雅招来。是。太公，既然孟雅姑娘与我婚配，倒不是。太公我私欲好礼，芳儿。为何？好心的必好报，不惜徒孙要何根？我好比绿丝扫头做鸟，望儿的日子难安稳。你好比做官挑水头上相逢万岁后半生世上多无怨于他，怎么样？毛主别带两次分，你说什么？我要与他一刀两断，一刀两断，是这无奈，外貌太过天性。呸！我当你今日配举把我进，我来你惜才卷也不死心，再三相传你不听，一笔不折心不正。哪怕你他是高反常，风采叶落总会更与我才是我一委屈哥哥，婶婶，你还有什么话讲？我与一时恳请，快讲！哥哥。
好，你也讲出这种话来了。文外公公见他一面，想不到我平日是此夸奖于你，原来你也是下心不改，从中挑水。你要明白，当初什么要我太公替你做主，哪来你今日这样安稳的日子？爱文的日子，公公，你这是我为了我一生啊！三三，此话从我说起，你与我讲，你与我讲。三三。
跪下！跪下！你且听好，是他活跃不法，所有所归。于此在财家从夫，出家从夫，夫事从子，是为三从。所谓之上，写得明白。儿女婚姻之病，父母作子，媒妁之言，此乃天经地义，事故不变。今后不懂者，当中学下；中途变化者，还适当则当。违背所长的语教不改者，我的此事。太公，孟雅来了。起来。太公，起来。孟雅。我却问你，昨晚为得家来不承认你家姐姐，可有此事？三叔他是这样讲的。真乃年月无知，此乃你家三叔最后戏弄于你，怎可贸然相信？戏弄于我，从今不可轻信，好好读书才是。太公，那为啥他姓赵，我姓沈呢？这个也罢，我却与你出师了吧。你确实不是这里的父母所生。那我的父母呢？你父名叫沈东川，乃是绍兴沈家村生子。只因你母亲早已亡故，8年前你父于临终之时，怕你年月却苦，故而将你托付给这家姐姐抚养了。太公，那我家与他家又是什么情呢？这个，你父亲与他父亲乃是你的金兰之交。哦。原来是这样啊！孟雅，你不去好好想想，当初将你抱来之时，你还在襁褓之中。多亏这家姐姐欢辛识苦把你抚养长大，你非但不想好好报答，反用言语刺伤你家姐姐。我来问你，你良心何在？天理何在？姐姐。反而，昨晚孟雅得罪于你，你与我同当伞下，一较将来。我要打。家法在此，请当不妨。姐姐，昨日都是弟弟我的不对。今日你虽是将我当死，我也不怪你的。弟弟，姐姐，不怪你。既然是此，还不快扶他起来？姐姐，孟雅，孟雅。去倒杯茶来，替你家姐姐赔过不是。眼睛放在2条路，一条是好好抚养孟雅，长大
之后出去玩混，他受监牢，一定要是执迷不悟，下年不改，我的此事。一条是好好抚养萌养，长大之后才去玩混，不受监牢；一条是下心不改，执迷不悟，我的此事。我独自山上这条古来路，我情愿一死免责。
为是你一生去逃奔，姐姐。都是为姐连累你了。姐姐从哪里往来？是不是为了弟弟，姐姐早与美目的归宿，爱路徒着了？应该说是弟弟我害苦了姐姐你呀。这都是为姐分内之事。姐姐，待等风雪过后，用弟弟上街卖文用事，接姐姐就以快饼铁亮。弟弟，姐姐，你在这里稍等，我去拾些茶来接姐姐去我。弟弟，外面风雪交加，你不要去了。不妨事的，我去就来。弟弟，去就。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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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河的茶楼山上头，弟弟他情重是在痛我心。虽说他把我一片养育恩，我却是于心之神。跟天天，我算是做官挑水烧茶，我相夫还在半生。其实我18年委屈与自忙，倒不是今生与他真情啊！
伤心。况且是其身之处，非常路，非他昆长家园跟出门。读书人用功听读最要紧，去等他离走有天再见小姐，我们就在这里长地片刻。苗莲今宵还愿归，伤心弥漫多娇恋，姑苗在左避风湾，爹娘在湾地来。小姐。这位大姐，哎呀，小姐，什么事吓了我一跳？这庙里有个暖地，暖地。小姐，老男人说尽了。喜哟，你有什么事把我家小姐吓了一跳？只因老男人是姐姐避难到此，姐姐外观父皇。可否不可以的，弟弟姐姐，喜娘万难相处，理所当然，你怎可如此无礼？小姐，我们与他们素不相识，况且不啰嗦，快去禀告老爷夫人。是，小姐，老爷夫人来了。好大的风雪！弟弟母亲，女儿，弟弟，此事与姐弟二人，听他所言，他姐姐比那与贫夫此对说，现欲想到我家接受一夜，为此弟弟可否答应？都是自取不留一旁。母亲，老爷，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不妨问个明白，再做道理。弟弟，弟弟，好好好，此次问个明堂。
喜娘，快叫他们来！是，我与罗南相公，我家老爷父生婚礼。啊，喏，这两位就是我家老爷父生，你有什么话就对他们说。谢过老爷夫人，不必客气。姐姐，姐姐，这位相公，看你文质彬彬，是个读书之人，因何落难到此？但不知你从哪里而来，往哪里而去？请问真姓大名？老爷啊！不惧操心生家常，三龙牙本是不明心，这位官兵真权来爱生，基地必难理想经。你是绍兴身家成人，真是有一位举人名叫沈东川，不知你相公可知情？刚才就是家母你。夫人，原来是夜人到此。小姐，怪不得世人相识就是神。你父亲原是老夫君自己，举别两地必同行。你知他自己在何事？报父，老夫早已明归意，弟弟，原来他已归了天，年年以往，好遗恨。老爷，既然是爷子到此，就给一里相待安顿才是啊。夫人说得有理，二位爷子，难得今日相见，从今后我心自在我家，即可读书养病。此次多谢爸父母。弟弟，快来接触沈家师兄师姐。三师兄，三姐姐，弟弟，报父母，这位姐姐是媳妇法姑之姐，托生好侄儿到她家中抚养之年纪，我俩三非同胞，却是今生谁中？哦，真是这位难得。来来来，看我这位姐姐上轿。姐姐。
李青青。雷锋苍云，自曾应。所何必
的心思可瞒不过我。切，谁的无声，还不快去禀报相公？是。相公，我家小姐替你送银来了。师妹来了，师妹请坐。师兄，师兄明日要上京赴考，小妹建议文房四宝相赠，了表诚心意，愿师兄一路平安，早生高宗。师妹而已，弟兄只管当我。师兄，你何必见外？此次多谢师妹。啊，师兄，师妹，小姐，你在这里替相公送银，我先回去了，以防老爷夫人唤我有事。你先回去吧，我也即刻随回。是。啊，师妹，方才你欲言又止，莫非有什么话要与我讲吗？师兄，师兄明日要上京赴考，弟弟回访故居也要同行，一路至少，望要师兄多多照应。哎，师妹的弟弟就是同与兄弟弟一般，也都是很理所当然，不让师妹操心。此次谢小妹一礼。哎呀，师妹礼错了。哎，师兄，你为何叹气？多梦思不得，岁虑不在。只因我家姐姐平天为雨，此番我身虽上京，心实在是不安呐。哎，师兄的姐姐是同小妹的姐姐一般，在家事很理所当然。师兄只管安心上京。谁能是此，就能了解我心头一切大事。是此师妹情长，谁与兄一把？呀，真是砸伤小妹了。啊，师兄，师妹，我师妹，你有什么话要与我讲吗？没什么。师妹，师兄，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没有什么话，没有什么话讲。师兄，你广场话来之诚意，说儿草民，真是好金子哟。是啊，真是好金子啊！只是可惜，可惜什么？可惜这双儿好朋哦。双儿好疼。啊，师兄，你来。
将凋零，莫待月飞是一弯，来自空空来起身。家我们红草关你成子意，我离该上前同征情。不可了，本是不夸还是一生意，怎能也是难受苦心。四妹，师兄，四妹啊！你不接说儿妻在，爱是从。莫非是容貌翠绿难接受？你不见来自迎风高空风，谣言社会谣言的，非是昨儿不真情。他是他高的原是不相称。师兄啊，且不问他呀三间写字意，为什么来自不能这样一过身？啥是双儿与真情？人什么高低不相称。四妹，你并愿做愿做什么？愿做苍娃来，梦呀女为为什么？梦呀女为无虑
长进，不论忠与不忠，都需去找回来。师妹放心，我一定去找回来，免得师妹怨言。不，你要知道，芳儿姐姐是玉萍之身，我要你去找回来，是免得芳儿姐姐怨言。师妹真是过你心神呐，弟弟，姐姐来了。师妹，阮师兄一路平安，早生高中，姐姐小妹告辞了。师妹，姐姐，师妹是替弟弟送迎来的。是啊，师妹真好。姐姐，你弟弟，现在3时夜呀，我就即将去了，回去怕你在外受了。早上特地为你关做一件衣裳，预备路上去用。姐姐，你与病在身，时次为弟弟，时次操劳，叫弟弟我真恶心哦。弟弟。
我是三月七彩早生心，早去为你宽充一门亲，陈国玉说做凭证，他是一心一意将你等，到那时奉旨还魂成花中，寂寂我也能可是开花花满城莫非他姊妹之事已知情？我本想当面查一声，怎奈是秀才之意难察受。紧你若落之言，我牢记，绝不会轻轻撇心。讲到底婚姻事，听凭记记，只一听。那为妻只与你一夜为敌，曾命自己从此。弟
你得终回来了，你得终回来了。孤峰是掉落在大雨蒙尘，可是吹了雨花天，梦呀他龙虎榜上头头名，方儿我红花呀呗。做不成，回家集中于成婚，思想法理都文明，天有灵，哎呀不有灵，过千里进龙门，可花更长居天宫。情根深对呀，我要好好塑造一把名句，丈夫永归。
不为也请我走可怜况且他天子门生咋会他曾为身穿红袍行前进，我里当那从那手皮从皮成长也用做夫人我有手掌一手想起了三叔三婶也怀我心去为他们老少相配情丝比，终身遗恨恨中生唐僧我与他做夫妻，岂不要长寿的好青春？唐僧我与他做夫妻，叫他与我面目为公妻。唐僧我与他做夫妻，弟弟难诉苦中一生。哦，我不能爱他，我不能爱他。在下曾望爱罗，希望
老爷，为何不见孟雅一起回来呀？孟雅正在接待当地文武百官，叫我先移回家，他才就到。那么女儿的婚事呢？提起此事，老夫倒是忘完了。女儿的终身大事，你怎么可以忘外的呢？夫人且慢交急，待你这说了吧。今日我家正是丧喜临门，丧喜临门，夫人啊！今日我要得功名，身吹红包天下闻。已经用贵要问题，岂不是一件大喜讯？哪里做呢？另一朝我已讲，女儿终身配梦阳。原来他俩早中天，只比皇上称宠，亲自奉官呀被封个名。此事是女儿常愿夫人中，你我年好富老爷，这桩婚事你我虽然愿意，还希望不早小气才是啊。这个是说，孟家如今丧妻一个，离异一名，两他知道一定也是高兴的。这个喜讯还让我老身去讨。我还是老夫去讨，身边也好与他商量成亲的实质。让我去，我。好好好，此次一同前往。好，一同前往。长远永归。孟娘回来了，亲自他去找小姐来，喜娘把我小姐下来。夫人你孟娘回来了，回来了。莫要搬进房屋。有梦大圣身上，随梦呀大力春吧。也许夸夸起来，也许高中用贵，真是可喜可贺啊！是啊，也许得地用贵，正是10年婚场一举成名。这现场若不莫他生这辈，才与今日。有某大圣，为何不见我家姐姐呀？今子快请赵小姐下来。姐姐，你哭。姐姐，结果把父母。赵小姐不必客气，一旁请坐。赵小姐，今日孟雅得地用贵，老夫应当向你做道谢了。这一切靠爸父母的相助，才有今日。
赵小姐，老夫指的是另一桩喜事。另一桩喜事。赵小姐，你来看，这是什么？凤冠怀孕的亲街堂上一顶红冠一块匾，都算是了却心愿才今天。这却的金边是的这红冠呀为我穿赵小姐，老夫指的另一桩喜事，就是孟雅的婚姻大事。婚姻大事。这桩婚事，孟雅虽说愿意，但不知赵小姐意下是何？哎呀，老爷呀，这桩婚事嘛，只要孟雅愿意，赵小姐嘛，自然会愿意的呀。赵小姐，你说对吧？伯父，伯母，这桩婚事，做张太公早去讲过，等待你的张大真神，这几完婚。好，此次夫人快叫女儿出来接上一礼。夫人，小姐下来了。师妹师兄，见我的李母亲。孟雅女儿，快过来，上上接过你家姐姐。姐姐在上，谁比你呀一拜？赵小姐，自今日起，我们要改口叫你亲家姑了。是啊，亲家姑，今日乃是王道吉日，让他们俩小在撮婚，也好了解你我一桩心事啊。亲家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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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姑。一声亲家当面求，好意思拿了青天成了地，也别嫌昨天一道为重，满眼落寞泪东乡。今晨我是梦放疏心，原来是情花3月18年。亲亲，见他们一对良人多相称，叫我是我失真情。到时
姐姐，兄，姐姐，屈家姑，今日丧喜临门，应该高兴才是，为何是此模样？姐姐，你可是举病佛法？姐姐，此番梦魇能得告终，且将姐姐当从一片养育之恩。为此，弟弟在万岁面前强奏一本，万岁嘉许姐姐，真是受报，皆是皇上，但是恩情别他一回，你必女婿。屈家姑，此乃万岁请示，你快快下跪接别吧。我不要这个东西！屈家姑，你难道我300年苦心无娘，就是为了要得这块饼吗？难道我半生沧桑，这块饼就是我的报应吗？屈家姑，这到底是为什么？姐姐，你究竟为了什么？还是说个明白吧？是啊，亲家姑，女娃就责死了吧？姐姐，你有什么话去快讲吧。有什么？弟弟，
姐姐。姐姐，赵小姐，赵小姐，赵小姐，姐姐。